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2章。所以，我决定无要去恁遐，才免搁再互恁心艰苦。我若有互恁心艰苦，恁遮个艰苦心的人以外，还有啥物人会当互我快乐？为着要避免我去恁遐的时，遐应该互我欢喜的人，反倒互我艰苦心，我才写以前迄张批互恁。我确信，我的欢喜就是恁大家的欢喜。我非常郁卒搁痛心，流真侪目屎写迄张批，毋是要互恁心艰苦，是要互恁知我偌尔疼恁。若有人互我艰苦心，毋是互我艰苦心，我较无爱讲甲过头严重，到某一个程度是互恁大家拢艰苦心。迄款人受恁大多数的人谴责已经够野，恁颠倒着甲伊赦免，甲伊鼓励，才免互伊过头艰苦心煞绝望。所以我苦劝恁，着互伊知影恁确实有疼伊。我前写迄张批，是爱要互恁大熬忍受考验，是毋是凡事愿意顺服。恁赦免啥物人，我嘛赦免伊。我若有赦免啥物人，是伫基督的面前，为着恁的缘故赦免伊。安尼才免互撒旦甲咱骗去，因为咱真清楚撒旦的诡计。我去特罗亚传基督的福音的时，主已经甲我开工作的门。不过无拄着我的兄弟提多，我袂安心，就甲遐个人3时去马其顿。感谢上帝，因为甲基督结连，阮时常互上帝带去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。上帝阁用阮去逐所在散布人捌基督才有的香味。无论伫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诚做基督的香味献互上帝。对底沉沦的人是死的臭味，对底要得救的人是活的香味。什么人会堪得做即款代志？阮无亲像真侪人将上帝话做俗话拍卖，颠倒是做一个纯真的人，受上帝差派，伫伊面前靠基督宣讲。